今年以嚟，內外形勢複雜多變，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諸多挑戰。特區政府因時因勢調整施政政策同埋措施，推出刺激消費、盤活社區經濟、輔助中小企業、促進產業升級等系列嘅措施，提振社會信心同埋經濟嘅活力，激活社區經濟。確立採用政府監督系統籌、優企投入資源、民間策劃舉辦新模式去推進片區嘅發展工作，連動國際知名 IP 舉辦社區活動，推出社區消費大獎賞同埋全民聚力社區消費大獎賞，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嘅發展，推出專精特色店資助計劃，支持中小企業提質發展，推出2025年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補貼嘅計劃，減輕企業融資嘅負擔，支持銀行緩解企業資金嘅壓力，推出2025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援服務，澳門餐飲業智能升級先導計劃，鼓勵企業運用跨境電商開拓市場，支持中小企加快數字化嘅轉型。